对，超慢跑其实是安尼，用你的骹咧骹盘的头前去扎有无？其实你骹筋咧是袂使去为涂骹站落，其实是安尼，对，安尼其实是安尼，慢慢才会走起来。哦，啊手安尼自然的安尼下咧，正骹倒骹，但大部分的人是用站涂骹，所以你若超慢跑听就是安尼。安尼是唔对的哦。我规个健身房拢安尼咧。我无怪恁规个健身房的人拢去看福建的哦。第二期啊。嘿，这久啊，这动作吼，若无正确，对你的骹头位的负担是真大的。哦，啊，过来几个动作吼，就缀我做伙做4分钟，哦，会使互你达成着这个超慢跑的功能。好，赶紧对着体育汉超师来运动，玻璃卡用就用，身体用。哦，鼻甲肩胛头差不多看度，哦，啊，你想看卖吼，正脚倒甲脚筋夹起来，逆脚尾，对，安尼这个动作有无？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脚筋尽量莫站落，用骹盘的头前，安尼，轻轻啊喊，互声波走起来哦，哦，啊，脚头位头前安尼，哦，我徛另外一边互大家看，哦，我徛有无？所以我脚筋是无站落哦，啊，身躯刚刚自然徛后停。自然徛后停，手甲害咧，啊，是毋是拢无听到哔啵的声音？安尼就正确。